像是落叶捡一片，情难断，断袂离，一寸相分泪泪，我用痴情绑自己。 不应该爱你，不应该爱你，怎会偏偏离袂开？不应该爱你，不应该搁爱你，徛在雨中出发家己。 我会用时间将你放袂记，才知家己毋捌绝情两字。不应该爱你，不应该爱你，怎会偏偏离袂开？ 真正是想拢无，遮少年，搁遮健康，大考有啥物无好哈？为什么一定爱减肥呢？啊，著少年人爱水嘛。爱水，逐工练，一声好啊，是练瘦啊，嘛练喜气啊，但规身躯拢是病吼，消散落吧，搁水啥啊？你看伊食饭哈？ 肥的唔食，油唔食，米唔食，面唔食，亲像鸟咧食共款，好花人嘛挡袂牢。你头拄仔讲头壳是毋是小可戆戆啊？对啊。啊，你着爱注意者哦。除了头壳戆戆，敢阁有想要吐啊？啊，你是讲家用可能有心脑？嘘，你加较注意者就好啊啦。 好，好。若有影是安尼哦，你着爱较辛苦者，厝内代志都较莫好做啊。我知影，这边你讲啦。对这啊，裴家东的太太，伊是啥物口气啊？伊感觉真意外，也毋过，伊是绝对不敢拒绝的。伊当然爱考虑因翁的前途，因为。 大衣伫伊的手头，二条伫咱的手头。好，就安尼办。每工问伊进行的情况，5工之内密切注意裴家东的反应。喂，是啊，你稍等一下哈。家用啊。 你的电话哦，来啊！喂，东东，遮尔晚，你哪还袂回来咧？哦，好，我等你，再见。东东安怎讲啊？伊有一件真麻烦的案件。 伫咧甲同事研究，所以无转来食饭。伊等下会转来困啦。哦，你去困啦，我等就好啊。妈，你去困啦，我等伊就好啊。我惊你人无爽快，搁会嫌袂？搁有小可啊。会想要吐无？袂啊。袂哦。你规工哦拢无食啥物物件，我去煮地瓜汤互你食，搁加2个卵，安尼好无？ 唔免啦，妈，我真正食袂落。阿公。啊。阿公。啊，等来啊，来，坐。来。
公，你来个食泡面啊？方便嘛，面带出去我就凊彩食啊。阿公，你常常互我烦恼，你以后若是搁食泡面，我就要辞职，逐工留在厝内煮饭互你食。好好好好好，我以后会乖乖啊听你的话，去巷仔口已经面摊食，安尼用的无？大姐有了足准呢。大姐惊了我讲你食泡面食袂饱，专工替你买3-10粒水饺回来。哎呀，秀秀啊，你哪着遮浪费啦？互阿公食的，哪会阁是浪费？大姐，我去撒水饺互你阿公食。嗯。佩佩袂歹哦。伊上届老实，伊的个性嘛较稳定。伊伫德山庄卡的卫生所，伊除了替迄个所在的人做一边的预防甲保健以外，伊阁爱逐间去甲大家劝讲，推行家庭计划，教人安怎避孕。这种工作确实真伟大。因为21世纪哦，人类上大的困难就是人口的压力。啊，不过伊若是负责咱这几家家庭计划吼，那安尼伊就轻松啊哦。安怎讲？就讲恁5个姐弟啊啦，即马拢长大成人啊，只有东东一个人有结婚，啊，不过结婚要3年啊，还未替平假生一个孙。佩佩吼，若是推行家庭计划哦，头一个就爱考劝你赶紧结婚，搁考劝东东赶紧生。平啊，你办的迄件过失杀人的案件，当时要开庭啊？我感觉检察官迄个起诉书，敢有一个现场目击者证明，举证还阁无够。万一迄个目击者甲被告有啥物私人的纠纷，有可能哦。王诶，明仔载我可能较晚来上班，假使讲有啥物紧急的代志，你替我处理一下。你要家己搁去现场去查证是毋？那安尼你赶紧转去啦，恁太太哦，还搁咧等恁呢。东东，东东，东东。是我害你的，是我甲你毁掉的，我该死！东东，东东，嘉玉是安怎？东东，妈妈讲你是着头晕，是毋是倒头无爽快？无啊，我做一个噩梦，我足惊的。面目哪有啥物通惊的啦？来，紧困啦啊！你嘛较早困呢，你透早搁要去上班呢。你有够秀啊，真久无看啊！老太太，你好咧，哎呦安行安行。啊，佩佩等要去德山，你就来啊！我袂放心佩佩啦，啊因爸爸叫我来看卖咧。哦，佩佩为着相亲的代志，足无欢喜哦。哦，我毋是来叫伊转去相亲的啦。哦，我看吼，互伊踮遮加大几工啊，4个佚佗啦。啊，好好好，我会当陪伊佚佗啊。啊，
你内底坐啦，吼，内底坐，伊咧秀秀房间啦。有水无？这几领衫吼，是阿妈对过我寄互我的，较活泼一点嘛，你穿较适合。大姊，其实你嘛会用穿啊。教册人吼，什么代志拢爱家己先做起，摕。你莫看遐囡仔哦，因哦拢足热的。你伫台顶上课，因咧台骹就会讲东讲西，笑头笑面讲。老师，你穿这领衫是一足水的呢。你若甲因说多声吼，因以后就会愈来愈无款。啊，毋过你阁找无理由骂因，所以只好约束家己啊。做老师这困难哦。好佳哉吼，你是做护士，啊若无，以你这款脾气，一定会气死的。培培啊，培培，妈妈，培培啊，你无想到我会来吼。妈妈，我才拄准备要回去。老安，你好。好好好，秀秀啊，你哪会遮尼久拢无来伫山看培培咧？我咧教册走袂开骹，而且阮阿公一个人，无人照顾嘛袂用的啊。秀秀啊，你真友好，甲阮培培同款。培培啊，你无伫咧想妈妈的气吼？妈妈，是我唔好。袂啦袂啦，妈妈知影你心内安怎想的哦。我已经甲伊骂过啊，人来相亲，伊无应该无声无息就走去，安尼先互老阿伯甲老阿姆足歹势。袂啦，无要紧啦。爸爸有咧想我的气无？恁爸爸上疼你呀，哪会受你的气咧？我来哦，就是恁爸爸袂放心，叫我来甲你看呀。我本来就准备今日要回去呀。免急免急啦，加算几工啊，汉得来台北，会当甲姐姐、哥哥、弟弟，大家人见面啦。哦，我明仔载嘛爱上班啊。咱庄脚哦，就是这点较好啦。哎哟，大家拢是好厝边，只要我敲一个电话转去，啥物代志拢好解决啦。佩佩，既然老阿姆来啊，你今日就免赶紧要转去啊。要毋过，免急免急，妈妈陪你加算几工啊，咱才转去德山吼。妈妈，你敢毋是讲咧台北过袂惯势？行咧路的车遮尔啊济，你会惊？是啊。阮庄脚哦，哎哟，足静静的，只有我伫咧后壁听到迄个阿爸叫声上大声啦，也毋过我听起来比唱歌阁较好听。老阿姆，伊嘛你甲佩佩就倒在遮，免得爱去大旅馆，阁会开钱。好，秀秀啊，你愈来愈水啊哦，你遮尔水，无结婚足无彩的。你话讲老早？哦，老早。一鸣啊，你今仔免上班咯？系啊。昨暗阮妈细细念规暝，叫我一暗请秀秀到阮兜食饭。好啊。哦，伊咧内底啦，你去找伊啦。牛高秀啊！老太太，坐，来。好，多谢。我是来看伊的。这是江一鸣啦，秀秀的朋友。这是佩佩的妈妈啦。老安，你好。好。真缘投啊！我哦听佩佩讲哦，你甲秀秀两个人爱谈恋爱，无爱结婚呐。听讲你甲秀秀两个人谈恋爱哦，真久完的吼。伊是秀秀的大学同学啦，感情真好。安尼你即马食啥物头路啊？我伫电机工程做代志。一鸣哦是工程师啦，
专门咧设计新产品的，像每年推出新机种的电视、冰箱啦。哎呦，我知影，你会修理迄个电视哦。我加减八卦啦。哎呦，安尼就好诶啦！阮兜迄台电视哦，哎呦，一直歹，拢修袂好。你连工叫阮兜修理一下。对，小想讲哦，要去第三佚佗，恁做伙去啦吼。老阿姆，到时阵才搁看好啦。伊平的工课就无闲，搁爱请假。有闲来佚佗啦吼。依萍，找我有代志信。阮妈妈请你永暗来阮兜食饭。我袂用去，老阿姆还阁有佩佩因拢来啊，我必须爱陪因啊。喂，今仔日是第二天啊，你上好赶紧甲你人婿考考。嘉勇啊，较早是谁打电话来？哦，敲唔到诶。我要出去看医生。我陪你来去啦。妈，唔免啦，我家己去就好啊。哎呀，不要紧，我陪你去啦。去啦，他家用也毋是囡仔呢。好啦，嘉勇啊，你还细念呢哈。对啦，千万唔通开公车哦，开淡薄仔钱，坐计程车不要紧啦哈。爸，我来去啊。你什么意思？我要甲字条提醒你，安尼大意我幸福你。唔免啊，我当要甲你说大声，恁翁已经去过工地啊，伊的看法都是阮的想法，我希望这个原则上好莫变。天气真寒，衫紧披咧。大哥阿姐，咱来去啊！线去啦，今日莫去啊！你无听贝贝咧讲，无一定有效。哎呦，大哥阿姐，你免哪会当听三姊乌白讲啦？伊只是一个护士，也毋是医生啊。伊讲话免哪会当准算啦？好啦。李子，你准备好未？好啊啦，是你急啥啦？
李记，较紧的啦！查某人啊是真麻烦，出门化妆哦，就爱画遐尔久。大哥阿姐，东东，大兄，哎，拄则是毋是你礼拜？是啊，安尼奈无甲门关起来，阮念伊就要走啊，那就遐麻烦啦。要去倒位啊？要带大哥阿姐去针灸。好啊，咱来去。大兄，高仔，老早，恁等下才走。冰冰，我有话要问你。这，你放心啦，我今仔毋是来骂你的啦。这啦。David 即马要告你恐吓，你甲恁发生冲突的经过，甲我讲一摆。我无甲恐吓啊！放手！冰冰，你想要创啥货？莫动阮儿子！你有份唔对无啊？完完是阮某呢！你袂见笑，你哪会当安尼？儿子，行。那你以后敢阁有拄到 David 咧？捌拄过，一摆是伫咧亚中会后台，伊唔愿意甲我起冲突。哎呀，迄是凊彩讲的气话嘛。哼，你是讲气话，我是当作真实的。你去告啊！你想讲你有一个做法官兄哥是无？对，伊还阁有一个爱相拍的小弟。冰冰，你安尼做会毁掉我甲王伦的感情。哼，我是惊你毁掉阮儿子的前途。我歹甲你讲。还阁有一摆是伫咧外口拄着，伊讲因爸爸要请我，还阁有儿子食饭。那安尼伊敢有讲为什么要请你甲婉婉食饭？无呢，阮无插伊就走啊。大兄，你问这是要创啥啦？冰冰，讲话唔通遮尔歹开口啦。坐好。你看你啦，坐也坐袂好，徛也徛袂好，叶家对你伤过仁慈啊！你家己嘛无检点。冰冰啊，加码坐车去算好无？哈，唔好，不要紧，搞这边算嘛。我要解布布，妈妈，东东，你细汉的时阵足乖的，佮足古锥，阮大家拢足介意你。阿兄上届无愿意的，就是你用抱走。也毋过你即马哪会变成这个款？你看你规身躯的打扮，你掠做家己安尼真流行真拍。妈若是看到你即马敢若佚佗囡仔的款，伊毋知影偌伤心的。大花姐，刚我替你泡一个茶。好，婉婉啊，你就是这点古锥啦，大哥阿姐才介意你。真是啦，啊，毋过你有时阵这歹的，歹甲亲像庙内底的七爷八爷共款。你做唔对代志，当然爱甲你骂。安怎？大哥阿姐骂你，你无欢喜哦？欢喜啊！大哥阿姐安怎甲我骂，我拢欢喜。好啊，先去泡茶啦。嗯。婉婉，嗯。大
兄平常时工课真无用，真少有机会看到你。甲你开讲一下好无？坐落来，可能毋是2、3句就讲会了。你是安怎熟悉迄个张底味的？伊是我的歌迷，常常捧我的场。你对伊了解有偌济？到今嘛嘛无了解伊。你有爱伊无？有淡薄仔介意。敢若凭淡薄仔介意，你就甲终身托付予伊哦。其他敢有啥物理由无？是毋是因为因厝顶有钱，会当满足你的需要，食好、穿好，甚至伊阁会当买遮尔好的手表予你？大兄，你哪会甲我讲甲遮尔歹听啦？我是你的小妹呢，你无感觉我真古锥哦？哦，你讲看卖，你倒位古锥？我嫁予伊是因为我爱伊，啊，毋是咧享受因兜的钱。你走啦！我咧甲大兄讲话，你莫听啦！讨厌，讨厌。讲啦，唔通因为大兄咧问你的话，你就无欢喜，家己说一遍遍的欣赏。大兄，你遮巧的呢？我心内一点仔小秘密，拢互你发现啦，无怪你会做法官。彬彬啊，红妈对无？会记得恁细汉时阵，恁阿兄上热啊，上讨厌。我若甲骂，伊就跳过去踮我面床顶放尿，害甲恁妈妈。都爱甲我洗床单，实在想袂到，大汉了，东东会变甲这尔乖，这尔有出头。恁妈妈甲伊送去平价，佫真正是对啊。敢阁有无？继续讲啊。我爱阮妈啊。因为伊母着阮妈，我甲结婚证书拆掉啊！你是甲底味伫法院公证结婚的对无？你敢知影？你安尼单方面拆掉结婚证书是袂当成立的。伫法律上，恁也是合法的夫妻。啊？上这个人真无势利啊！平常时哦，我就甲提醒啊，安全第一啊，伊拢无咧听咧。结果伊怎安尼跋落来啊？过去嘛，甲刚刚吴先生冤家，伊硬讲哦，是吴先生家乡对家顶塞落来啊。这根本就是公报私仇嘛！喂，董事长是？哎，我总务科科长，就问咱倒位啊？哦，裴先生啊，你好，还真久无看。哈，董事长，董事长淡薄无爽快，伫厝内底休困。哦，卡处理要紧的代志，请你较紧出来。
好，再见啦，再见。科长，你找我？哎呀，国家啊，董事长叫你逐工来陪彬彬，你哪阁走来上班啦？彬彬伊就无我地啊。你是听董事长话，也是听彬彬的呀？也毋过伊每工拢咧闪爿我找无伊啊。哎呀，找无伊就准好煞哟。伊是董事长的心肝宝贝呢。万一若发生啥物代志哦，你都要倒去食家己啊啦。阿公，我怎么要说拍戏呀？彬彬，你做熬的哦。彬彬啊，你搁要拍倒一个哈？要拍铁枝竿。哦，妈妈，铁枝竿戏呀！哦，就赞的哦。彬彬彬啊，乖吼，唱歌给阿嬷听好无？我彬彬啊，你毋是会晓背迄个千家诗，背一首诗给阿嬷听好无？我那呢，你讲故事给阿嬷听。彬彬啊，若是你离开阿嬷，敢袂想阿嬷？好啦，阿嬷要走啊，我来陪你耍啊。好，阿妈再见。你这狗囡啊，佫足有个性的哦。春眠不觉晓，处处闻啼鸟。夜来风雨声，花落知多少。彬彬就是这么古锥啦，也若无吼，我嘛袂甲伊抱倒转来。妈，我要来公司啊！哦，饭完无爽快，你今日莫去啊！敲一个电话给乌的，公司假使有啥物要紧的代志，叫伊甲你联络，就会用的啊。喂，麻烦你接总部科吴科长。妈，家姐，阿妈，你补习了啊？补了啊？恁小弟坐坐咧。阿妈，小弟啊，来遮坐一下，再转去。好，有代志随时甲我联络。再见。昨昏才互你2000块，你阁用了啊？昨甲同学出去耍，早就用了啊。你多谢妈。有缘该爱你，怎会偏偏你袂开？小弟啊，彬彬真是无去补习班上课啊。小弟，这2天你敢有看到彬彬？你拄则是阁互家姐偌济钱？5000块。阿妈，阿姆，我先来转啊。
玉玲，家姐年岁还阁少，袂用伊一摆互伊遐济钱。细汉开馆是，大汉是要安怎？家姐佫无算啥，冰冰开钱佫较上着。玉玲，你心内毋通时常对彬彬不满。妈，你佫希望我对伊安怎咧？15年前，咱来领养冰冰的时阵，范源一直无法度接受伊。差啥？哪个算啊？狗囡仔，对透早就算到即马，你拢袂忝哦？叫你收起来有听到无？伊一届，佫一届来问我是要照顾冰冰，也是要照顾伊，互我足为难的。我问你，假使讲阮爸妈把囡仔抱回来，交互你饲，你是照顾迄个囡仔，还是照顾我？你讲啊！我拢会照顾。哼，你阁真敖啊！这15年来，敢讲我对冰冰付出的爱心，佫无够深。我知影，我啥物拢知影。自从收养彬彬了后，外口的亲情朋友拢讲咱做了真好。假使咱若对彬彬拢等点点，传出去真歹听啦。妈，爸当初时嘛讲过，我无想过什么好处，搁再讲，我嘛唔惊开钱。伫观念上，我愿意帮助这家人，减轻囡仔母亲的负担，互囡仔一个好的生活环境，好的教育。等下大汉，有能力会当自立自强，我帮助人的心愿嘛算完成啦。照爸的讲法，咱会坚持着咱的责任吗？前头叶爸，啊，东东，听伊讲叶爸爸破病哦。身体有淡薄仔无爽快。叶爸爸，你敢有较好一撮啦？无啥物啊，淡薄仔感冒尔，坐啦。彬彬无伫咧哦。伊几落天才有转来一届，伊甲阮讲，伊伫咧补习班补习。实际上，伊到底咧外口创啥，阮一点仔都毋知影。玉玲，东东是伊的阿兄，咱伫伊的阿兄面头前要隐瞒啥？万不离将来若出什么代志，咱是要安怎交代咧？对，应该我讲，我后转来去拄到伊的时阵，我一定会好好甲教示一下。你嘛唔通伤甲骂啊！彬彬哦，即马是反叛性上强的年岁，管了愈严，反叛性就愈强。早晚你会知影，天性彬彬是毋对的。阮太太吼，伊嘛是希望彬彬好啦。叶爸爸，照我所知，彬彬最近时常甲弯弯做伙。伊甲日子可能比较较好，也毋过顶回弯弯甲一个叫戴比的人冤家，彬彬险啊你啊代志。是，这件代志我知影。我今仔来，嘛是想要问看卖的，张德美的爸爸是毋是叫做张建忠？
对，是一个建筑商。阮公司的吴科长甲伊有熟识，听伊讲，张建宗是一个真海派的建筑商，伫咧建筑界的名声并不是真好。你问伊是有啥物代志哦？无啦，只是甲一件案件有关，佮需要查证一下。敢需要我斗相共？若是需要夜晚八斗相共的时阵，我才甲你讲。东东啊，唔通甲彬彬的代志藏伫心肝内，我会豆豆啊甲伊讲啦。彬彬实在互人足操心的，伊敢若亲像一只野马。彬彬，你要甲我惊死哦！你带我来这是要创啥啦？佚佗啊！我才无爱来这种所在佚佗咧。你无爱哦？你会使转去啊？彬彬，我陪你转去好不？我为什么要转去？我今仔日有去过恁兜。你会用去啊？阿嬷足介意。阿嬷嘛足介意你的。这甲我有要转去无是两回事啦。今仔日我替你弟弟补习功课。你家无？你唔转去，是毋是甲家姐有关系？谁讲的？听爷阿母讲，你若莫转去上好啦，安尼家姐才袂对你学歹。彬彬，你伫厝里名声哪会遮歹啦？随在伊安怎讲啦，为着我无转去，嘛毋是头一摆啊。彬彬，转去啦，因也阁是真关心你。唔免啦。爷阿母阁问我，你是毋是阁伫咧补习班？我唔敢甲讲，你早就无去啊。爱弟啊，真多谢你的家婆啦。彬彬，若有机会也是转去啦。阿妈真想你，家姐嘛一直咧问你的代志。你有够啰嗦的呢！若要转去哦，你一个人转去就好啊。厝的有啥物好？只有你这种人才袂当离开厝的。你走啊！你毋是要转去啊？紧走啊！过来台北啊！坐。你大概来台北拢雄雄讲讲啊，即摆爱加住几工。哎呦，台北我住袂牢，过2工啊，我阁要去叶家弯弯因兜，我就要带陪陪转去啊。老暗，你好。你好，东东啊，恁日时哪会伫咧厝里？是毋是迄落反应的心理无好啊？妈，反应甲心理哪有啥物关系啦？老暗，我平常时伫法院内底拢真无闲，今仔是因为出来查一件案件，查煞我就转来啊。哦，哪会无看到恁太太？
伊伫房间内面。加油，出来一下。好啊，免叫啊啦，免叫啊。家勇啊，你是毋是搁头晕啊？无啦，我拄则加洗几领衫，有淡薄仔忝啦。加勇啊，甲老暗拍者就好诶。老暗好，好。哎哟，恁有福气，有遮尔水的新妇吼，将来生几个孙，拢一定会真水，搁真古水。啊，对啦，啥物时阵请老阿姆食红卵啊？紧啦，到时阵一定会请你啦。妈，暗时爱煮偌济饭啊？加煮寡，按时大家拢留落来食暗顿。家勇啊，你免目手啊啦，以后哦，灶骹的代志我一个人来就好。妈，我不要紧啦。大姐。什么代志？来我房间一下。大姐，即马婉婉甲David的代志安怎？你敢知影？我敢若知影，顶届David的爸爸要告婉婉早起，要告冰冰恐吓，结果伊并无真实去告。安怎？因搁讲要告啊心？因袂去告啊，反倒转来，我听冰冰甲我讲，David的爸爸即马要请冰冰甲婉婉食饭。请因食饭？奇怪，那代志有这么大的转变？我嘛是感觉这件代志真奇怪。David的爸爸为什么要请婉婉因食饭呢？因囡仔的代志，互因家己解决就好啊。搁再讲，就算David的爸爸想要讲婉婉的代志，嘛应该是找你，或者是找周阿姨出面啊。那呢？冰冰伊敢有讲为什么？无咧，冰冰根本就无要插David。你今仔日讲到这件代志是？我是烦恼。这件代志甲我要开庭的这件案件有关系。哦，东东，我希望你莫因为私人的关系来影响到你的立场。公事我拢会秉公处理，绝对袂偏向倒一边。我知影你这样真公正，你唔惊。啊，不过即摆社会人就歹讲的，你应该爱提防哦。我知影。大姐，你的电话。哦。喂，一平，你哪会知影我伫遮？哦，我头拄有打电话去恁兜，你还佫甲我讲你来评价。哦，你有要紧的代志是？秀秀，有一件代志，我应该先甲你讲一声的。阮妈妈今仔日下晡又佫走去恁兜啊，即马当甲你我讲咧讲话。佫甲以前同款，伫讲哪个代志是？哦。即个无啥共款，阮妈妈讲，伊今仔日是最后一届谈判，讲无论如何一定要讲出一个结果。我知影，好，再见。秀秀啊，啥物拢好，啊，就是有一项无好。有啥物无好啊？唔结婚就无好啊。大姐，是毋是你无介意江大哥？大姐。大姐，大兄，你是毋是有啥物代志，唔该互我知影？